各位網友，你哋好！新嘅一年就快到啦，我謝松熙喺呢度同大家講下12生肖嘅運程。睇12生肖運程有兩個方法，第一個方法就係現在坊間用緊嘅。假設你係屬於鼠，每年都係睇子宮嗰個宮位嘅星；屬於牛就係睇丑宮，如此類推。屬於虎嘅就係人宮，屬於兔嘅就係卯宮。第二個方法需要用你嘅出生嘅月份同埋時辰，揾出你命宮立命嗰個嘅位，然之後用你命宮嗰個位對照你出生嗰個嘅生肖，就係揾到你流年嗰個嘅宮位。咁呢個流年嘅宮位每年都唔同嘅，係會逆時針每年跳一格。咁大家可以參考呢一個表，就會揾到你嗰個小限嘅宮位。呢個方法係準好多嘅。大家先留意戌宮嗰啲星，跟住外邊3個宮位都要睇嘅，紅線連住嗰3個宮位。戌宮就係你今年嘅小限本宮。我先講凶星啊，黑色點嘅，紅色點就係吉星。凶星係有官符，佢又叫做五鬼。破財、訴訟、被拖累、怪病呢啲唔好嘅嘢。華蓋又叫做黃幡，佢有化官非嘅作用嘅。對面宮位有吊客，佢又叫做天狗。咁呢個對你嚟講冇乜影響。月煞3個名嘅，又叫做的煞、豹尾，呢個對你亦冇影響。寡宿啊，算命我哋就會話孤寡命啊。喺一年裏邊推算嗰個運程，就係代表你不合群嘅啫。咁啊陰煞啦，就有難產、怪病、謀害、被冤枉嗰個嘅性質。咁佢係呼應到官符裏邊嘅怪病同埋被人拖累，即係冤枉嗰種嘅性質嘅。陽刃對你就有些微嘅影響，係代表跌打刀傷。跟住白虎啊，佢又稱做天雄，陰邪、痛苦、意外、破財、不和。佢裏邊其中嘅破財同不和，佢係呼應到官符唔好嘅性質嘅。子背裏邊就子背又稱做地煞，佢係代表誹謗啦、批評啦、被警告啊，咁都有影響㗎呢個，因為涉及咗官非啊、是非麻煩。飛廉係中傷俾人，呢個有影響，佢亦代表咗損六畜，咁啊損六畜就冇乜影響啦。咁我哋跟住睇下啲吉星可唔可以同你化解到啦？你今年嘅吉星好少啊，大嘅吉星一粒都冇添。咁本宮就有粒三台，對面就有粒八座。三台同八座係一對孖星嚟嘅。三台本身係代表咗你一個職位嘅，咁你係有升職加薪嘅作用嘅呢粒星。八座就代表你一個管理，佢唔係同你化解凶星嘅。咁就人宮啦，就有粒福星。咁呢粒福星呢，可以同你化解到部分嘅凶星嘅。五宮就一粒吉星都冇添。咁啊，紅點係吉星嘛？嗱，歲見呢粒星就可吉可凶嘅。歲見其實就係太歲星，又叫做歲駕星。點解佢會叫做歲見呢？因為馬年嗰個太歲就建立喺呢個五宮嗰度咁解。將星係會加強佢本宮嗰啲吉星嘅力量嘅，所以歲見同將星呢兩粒星對你都係冇幫助嘅。解神啊，對面宮我粒解神，話明解神啊嘛，解神所到之處必有麻煩，即係話你冇麻煩，粒解神唔會出現嘅。咁其實呢一個係邏輯理論嚟嘅啫。咁啊解神都可以同你解到好多唔好嘅嘢嘅。今年裏邊幫助到你化煞嘅兩粒星只有解神同埋福星。咁我跟住就會同大家拆解一下啦。先睇下健康，今年你遇到4粒帶有病嘅性質，只有2粒係影響到你嘅啫。你本宮我粒官符，官符就所謂有怪病，外邊嘅陰煞亦都有怪病，產生一個互相嘅呼應，但係問題不大嘅，因為呢2粒星佢代表唔好嘅嘢都幾多，佢本身唔係一粒完完全全嘅病星嚟嘅。而所謂怪病喺以前嚟講，好多病唔知道乜嘢嘅原因，就稱佢為怪病。大家聽見怪病就唔需要驚啦。今時今日，如果你覺得身體唔舒服，即刻去睇醫生，應該就好快好返。至於影響到你血光之災，我粒陽刃就喺外邊，
就揩到下嘅啫，就應該你小心啲，就唔會有問題發生。從整體星嘅結構就睇唔到你有啲乜嘢稍為嚴重嘅疾病出現。當然你本身已經係有一啲慢性嘅病，身體已經出現咗一啲行動不便啊，一啲帶有嚴重疾病嘅人，咁你時時刻刻都需要小心。反而我覺得要擔心嘅就係我個財運啦。你一粒財星都冇，反而有一啲破財嘅星，所以無論橫財、正財、偏財都需要審慎處理。橫財掂都唔好掂啦，偏財就真係持盈保泰。如果你本身有玩開投資啊、金融股票嘅買賣，小心又小心。而正財呢，你喺工作方面就以守為本質，咁樣避免咗失業啊，你嗰個生意，你嘅生意不理想啊、虧損啊呢一啲嘅情況出現，守到已經係一個好環境噶啦。人好得意嘅，你唔去追求一啲嘅嘢，你就唔會有啲乜嘢失望，亦會令到你嗰個損失係減到好低。財運就同工作掛鈎嘅，咁你工作就穩守嘅，即係守得住嘅，因為你本宮有粒三台，對面有粒八座，呢一啲都係同你嗰個工作有關嘅星。你冇大嘅吉星遇到啊，例如紫微啊、天魁、天月啊、太陽、太陰呢啲星，你一粒都遇唔到。所以你喺今年裏邊呢，不適宜創業，不適宜擴充你嘅業務，不適宜轉工。當然會有一啲好嘅機遇嚟到，你會心大心細，會唔會錯失呢？咁嗱，呢個就係關乎到你整體嗰個嘅八字啦。凡事都有例外嘅，同埋我一路都強調一樣嘅嘢，你如果懂得睇小限，而你小限入到呢一個戌宮，所謂九呢一個嘅位置嗰度，呢一啲嘅人就要小心啦。反而超九嘅人呢，未必需要咁擔心，因為你只有1/12嘅機會走到入去你自己超九呢一個嘅宮位嗰度。今年你喺人事方面相當麻煩，有5粒空星，觀乎咧陰煞啦、白虎、子背、飛廉，我就唔再逐一去講裏邊有啲乜嘢啦。你聽翻前邊談星論運嗰度就清楚噶啦。咁首先講下對外啦，譬如你有一個朋友圈啦，你嘅工作裏邊嘅同事啊，無論手下上司都好，聽嘅口是是非嗰啲嘅嘢，聽到都唔好出聲。嚴重嘅就係同一啲法律有關嘅嘢，自己一定要搞清楚你嗰個權利同埋嗰個嘅責任。所有要簽嘅文件必定要睇清楚，唔好同人哋有乜嘢錢銀嘅瓜葛，賒借免問。人哋俾錢你使都好，你一定要記住，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嘅，遠離啲小圈子、鬥黨連群呢一類型嘅嘢就唔好參與啦。劈酒啊、去下 K 啊呢一啲嘅嘢都盡量唔好去。至於家人方面、親戚朋友都要小心一啲法律上嘅文件，口是是非嗰啲嘅嘢，你忍一時就冇問題嘅。做擔保呢一類型嘅嘢就千祈唔好啦。我打個譬如，你當自己出家做和尚咁樣嘅生活呢，就可以避免到呢一堆嘅麻煩纏繞。幸好你冇桃花星，否則嚟講呢就好難化解。至於家人嘅健康方面就冇問題，睇唔到佢哋有啲乜嘢唔妥嘅出現。雖然我粒吊客同喪服有關，但係佢喺外邊，而你本宮嗰個位就睇唔到一啲同家人嘅人口變化有關嘅星。化解嘅方法話難唔難，話易唔易，我哋尋求一個精神思想嘅充實。可以向藝術方面咧，如果你本身對某一類藝術，音樂又好、繪畫又好等等，咁你就去進行呢一啲嘅生活。一啲宗教、一個信仰亦都可以俾到你一個精神嘅寄託。咁啊，我哋中國人嘅習俗文化裏邊就有拜太歲。咁點解拜太歲一路落嚟都會咁多人去做呢？主要傳說落嚟就係話太歲可以幫我哋解決2樣嘢嘅，主要
第一就係嗰啲是非麻煩嘅嘢，第二就係身體健康方面。咁至於求財啊、求事業啊，咁佢就唔係好靈強嘅。但係人冇咗是非麻煩、身體健康，其他嘅嘢咪靠自己咯。咁啊，至於坊間會鼓勵你去放生，咁我就抱有好大嘅保留嘅，因為現在放生大部分唔係100%，其實係殺生嘅。佢將喺另外一個環境嘅動物拎到嚟唔同嘅環境去放，咁呢一啲嘅動物呢，基本上活唔過3天。咁另外我認為有一個方法係幾有效嘅，咁就捐啲錢去慈善機構。